大选要到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强生和驻美代表吴大雷见面。强生强调，美国和台湾民众是徛做伙，会协助台湾阻止中国的军事扰台。吴大雷也表示，讲台美关系是真坚定。另外，美中国防高层也伫咧华府进行军事对话，美国是搁再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强生找到伫美国华府甲新上任的驻美代表吴大雷见面，强生大会头就表达美台关系的重要性，伊强调美国甲台湾民众徛做伙，这对全世界来讲是重要的议题。We certainly want to help in the defense of Taiwan. It's very important to us. We want to det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any military provocation. The U.S. Congress stands with our friends. 强生强调，美国会协助捍卫台湾，协助中国。两个人会谈差不多半点钟，强生伫会中嘛祝福台湾的选举一切顺利，表达国会两党拢挺台湾的立场。And we look forward to continue working with you, Mr. Speaker, and the U.S. Congress to further strengthen our rock-solid friendship. 伫这个时阵，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甲台湾，还有蒙古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蔡苏，找到甲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宋延超见面。这是第17届美中国防政策协调会谈，嘛是2年多以来，共层级的官员各一届对话。美中声明讲，有甲中国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对媒体咧问讲，敢会烦恼中国伫选举了后，增加对台湾施压的力头？国家大学回应讲，支持台湾民主自由的选举，未选平徛。Yeah, so we strongly support Taiwan's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which we view as a model for democracy not only in the region but also globally. And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take sides in Taiwan's elections. 不过，中国国防部声明指出，宋元超伫会谈当中表示，中国对台湾的议题是绝对袂妥协甲退让，要求美国遵守一中原则，落实相关的承诺，停止武装台湾，嘛会声明反对台独等等。针对台湾的议题，美中双方要是一人讲一款。记者综合报道。